主后2024年6月29日，每日圣安宫读经，心灵诚实敬拜。圣经咱做来听读，希伯来书第9章第19到第10节。头一个月嘛有礼拜的规定，甲地上的圣所。有一个大好势的帐幕，头前间叫做圣所，内面有灯台桌甲献祭的饼。第二个帐里后的后面间叫做至圣所，内面有金香坛，全部用金包的约柜，柜内有堆玛纳的金瓯，阿伦迄支布艺的管仔，甲2块玉的石板。柜顶有荧光的天使、基路伯、因的室、热坎是运作。关系这个事，现在我袂当详细说明。这物件安尼安排好势，祭司就逐日入去帐幕的头前间举行礼拜仪式。后面间只有大祭司才通入去，毋过逐年只有一遍，逐遍着带灰入去，为着本身以及民众无意中所犯的罪来献。对这安排，圣神有明明表示，帐幕的头前间要存在，进入至圣所的路就还袂开。帐幕的头前间譬如献祭，是讲所献的礼物甲祭品，袂当互礼拜的人的良心清白。这个简单是关系啉食甲逐款的洁净礼，是属外表的规例，只有适用到上帝更新万美的时。心灵诚实敬拜。上帝呼召摩西带领以色列人民出埃及，以色列人因为背逆，就踮旷野漂流大约40年，才进入迦南地。伫这漫长的艰辛过程中，因遭遇欠水、欠食物和战争的威胁，上帝却伫迄中间实行奇妙的作为，互因伫坎坷路途中生存落来。伫旷野中，以色列人按照上帝的吩咐建造圣幕，象征上帝的临在。圣幕诚做敬拜上帝的场所，用约柜作为以色列人民和上帝之间立约的象征物。祭司负责带领人民敬拜上帝，行各样祭祀之礼仪，搁教示人民认捌上帝的法律。简单讲，礼拜的所在就是踮圣幕，礼拜的规例是照摩西法律规定的献祭礼仪进行。伫圣幕上内面的至圣所，是藏放约柜的所在。约柜顶面的基路伯，象征上帝的临在。大祭司为家己和人民的罪献上祭物，搁将上帝的话传互人民。按法律的规定，只有逐年的赎罪日，伦得搁抽到签的大祭司，才会通进入至圣所。大祭司代表全体人民进入至圣所献祭，搁伫赎罪日爱禁食，袂当工作。伫赎罪日，大祭司透过献上精挑细选、无瑕疵的祭物来敬拜上帝，替以色列人民行洁净礼。上帝和以色列人民之间立有永远的生命之约。毋过，以色列人民经常犯罪，违背上帝的旨意，因为安尼爱举行赎罪的礼仪，表明忏悔之意。
迄表的书作者进一步说明，这个繁复的祭祀礼仪，拢是外表的规例，并袂当互敬拜的人内心完全。人会持续犯罪，就是每年拢必须举行赎罪礼仪的原因。对人的经验来看，当遵守祭期礼仪变成做世上惯势的传统，往往会陷入有咧看咧照行的情况。若无受提醒，伫内心做实切的信仰反省，祭期意义的成事，原本神圣有意义的祭期，就可能流于形式。迄表的书作者详述旧约圣母的珍惜敬拜礼仪，用意毋是要全然否认过去繁文縟节的功效。伊所要强调的是，献互上帝的礼物和祭品，拢袂当互敬拜的人内心完全。这个只是属外表的临接和洁净仪式规例，伊的功效简单到上帝改革的时为止。人敬拜上帝，毋是靠外表呈现出来的祭祀礼仪，是着发自内心的纯洁敬虔。人的内心爱要纯洁敬虔，需要上帝圣神同工，才会当达到。拄亲像耶稣甲撒玛利亚妇女谈话所讲的，敬拜地点，无论是伫基利心山，还是踮耶路撒冷，拢毋是重点。上帝所看重的，是用敬虔的心灵和诚实敬拜。早前人用繁文縟节的礼仪敬拜上帝，已经是过去式。上帝喜爱是人真实转来到伊的面前。默想，虔诚者无掠繁文縟节做艰苦，总是信仰贵在心灵诚实敬拜。虔诚者无掠繁文縟节做艰苦，总是信仰贵在心灵诚实敬拜。做伙来祈祷，恩典满满的上帝，感谢你透过法律诸般礼仪和耶稣的亲自救赎，吸引我来亲近你。我愿用诚实的心灵敬拜你，愿你悦纳，奉主耶稣的名祈祷，阿们。愿上帝赐予你身心灵拢永行平安。